下，从导演开始。大家好，我是双喜导演，我叫许承杰。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你们来看双喜，谢谢。大家好，我是饰演高庭生的刘冠廷，谢谢大家今晚上来看戲，希望你們會喜歡，謝謝。新年快樂！哇，感覺係回娘家咁樣，因為啱啱係去完台灣宣傳，而家係新娘子翻嚟，帶埋老公翻嚟。希望大家頭先睇得好投入，亦都喜歡幫我哋多多宣傳、多多推廣。Thank you。大家好，我係主場嘅，我係高庭生個外父老吳啊。希望大家睇完呢部戲就知道雙喜呢一部戲係喜上加喜，係值得喺過年嘅時候推薦俾你哋所認識嘅親朋好友睇啦。問大家一樣嘢，好唔好睇？非常好睇！嗱，哇，嗰個要讚啊！有冇人喊㗎？點解要喊啊？點解要喊啫？我哋過年啊嘛，做咩要喊啊？我哋拍呢部戲嘅時候冇諗住要大家喊嘅，係想大家開心嘅。不過唔知點解我又見到個女咁樣，搞到我又演嘅時候又要眼濕濕咁樣，所以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雙喜嘅監製劉華川。我愛我爸媽分享到這裡謝謝你們來看這部電影，謝謝 Hong Kong Movie Six， 我來香港也都是 Hong Kong Movie Six， 所以很榮幸可以在這個包場，希望你們喜歡，如果喜歡的話，請多多幫我們宣傳，謝謝。我太會說了，好，還有我們的你看。大家好，我係雙喜嘅另外一個監製張林文。我可以講話比佢好少少，但係都差唔多啦。而家到此為止啦。對，謝謝大家來看我們的6000場的雙喜，謝謝 Hong Kong Movie 這一次有給我們一個特別的放映。然後我想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我們自己也收到了一個這個 Hong Kong Movie 給我們的這個卡，很像球員卡。我不知道，我不能替演員說，但是我跟華川，我們做電影應該就是我們的藝術細胞比運動細胞要好一些。我們做不了運動員，但是呢，很多時候看到比方明星啊，足球明星有什麼球員卡就很酷。那感覺這次我們終於有一個自己的球員卡，所以感覺蠻酷的。那也謝謝大家。可能訓練機構是可以評級的哦。因為平時我哋拎啲卡通常都會拎去評級噶嘛，不妨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咁當然啦，一定就要問一下我哋香港代表先嘅，係啦，因為咧今次其實都係兩位香港組嘅朋友仔參與呢一個嘅台灣香港嘅製作啦。咁我都想問一下你哋啦，鬧交要用普通話鬧交，其實係咪好難咧？係啊，所以咧其實剔頭兩剔嘅時候咧，我用普通話嗌交都好似有啲人同外國人拍拖咁樣用英文講嗌交咧就蝕底㗎嘛，你都唔到。咁我就棘住咗啦。然後導演同埋冠廷都好好就話其實你咧即係如果太嬲嘅時候，你咧可以講翻廣東話㗎。咁所以大家頭先有聽到我有廣東話同埋國語夾雜啦。咁可能真係太嬲啦，我啲發音唔係咁正確啦。我印象中我應該冇講粗口嘅，但係唔知點解頭先聽落又好似有講咁樣喎。咁唔緊要啦，大家中意，大家聽到係咩就係咩啦。咁最緊要係啦，表達到個情緒。大家有冇感受到啊？你哋知道嗰兩隻字啊嘛？你哋都有冇懷疑過？我望個字幕嘅時候都有懷疑過自己嘅，點解好似個音係啦，所以大家如果 miss 咗嘅話，就再睇多次啦。咁當然都想問下田生嘅，係啦，因為今次咧其實都非常之開心啦。但係我哋見到你嘅時候真係又喊又笑，但係我知道你係非常之認真咁去演緊呢個爸爸嘅角色。咁你自己係準備嘅時候，你係偏向邊個風格嘅咧？你咁講咧，好似我以前做戲都唔認真。唔係，梗唔係啦。我其實每一部戲都好認真嘅，不過就我希望咧，因為今次我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去台灣同啲影后影帝咁優秀嘅團隊合作，所以我就有同阿香凝講，我話喂，我哋兩條友過去過江龍，唔好衰俾人睇啊！咁所以就即係有咗呢一個自我嘅要求，咁我就覺得成個嘅狀態啦，因為大家認識我都知道我好鬼多嘢搞，好多嘢做，咁但係我去到我就真係放低晒所有我喺香港嘅工作啊，停晒嘅，就專心拍呢部戲，我好 enjoy，但係我又即係坦白講，我好開心。
因為通常大家知我拍周星馳嗰啲戲都賣命，我冇半條命㗎。但係今次我真係做呢一個，我真係好享受，好 enjoy。咁又有咁優秀，最重要有個咁靚嘅女，呢啲夢寐以求。仲要個女係影后，仲要咁好戲，所以我又有個影帝嘅女婿，所以所有嘅嘢全部好夢幻啊！即係哇，所以你話見到即係有好多嘢都係真情流露。我冇覺得我自己演戲，我係覺得我真係嫁緊個女，所以裏邊嗰啲我話喂，我嫁個女好似失戀咁樣，好痛。嗰啲係由心發自內心出發。明白嘅，呢個真情流露啦。最後咧都想問多一條問題嘅，最後有一道問題一定要問一下的。剛剛我們不是說就是用普通話去吵架，會可能有些語言不通，但對於冠廷還有導演來說，廣東話應該不是你們的母語啊。那你們怎樣去知道他罵成怎麼樣，或者是怎樣知道應該怎樣接得住那個梗呢？就吵架的時候超多情緒就那樣吧，所以多多少少應該也是知道他因為什麼事情在生氣，這樣對。那因為香港演得很好，就是不管講什麼都知道他的情緒的表達是什麼。但是對，就是不在意啊，就是情緒有到就好了，很棒，對不對？感應得到吧？那導演呢？你聽得懂他們的話嗎？還是怎麼樣去讓他們咔這樣子啊？髒話還是聽得懂，一點點啊，一點點。沒有啦，因為，就是男女朋友還是夫妻吵架，情緒大概可以知道他們在吵什麼。至少我知道他在挨罵的時候就還蠻好看的，所以Jennifer罵他罵的那個，他們兩個那一段吵架就是一來一回蠻精彩的。所以，那天其實也排練了蠻久的，然後那個來回我們用了好多種不同的版本，最後自己蠻滿意的。那大家滿